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我係新竹嘅妹兒，今晡日愛同大家來介紹，我係家鄉新竹，你一大會期盼你新竹曾經當到好父母嘅文化節的，期盼你練啥提新年咧，到底要買好空，韓國今日現場要當到東西，大家都係有機會拿到嘅哦，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嘅副局長朱秋堯先生。喺節目當中，副座同大家介紹好消息。來分享副座你好。大家好，我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嘅副局長朱秋堯。今晡日咧，副座來到節目當中嗬，先鬧大家講哇，今現場嗬，nem按陳設等嘅東西，都係大家有機會喺呢11年當中嗬，來聊聊新竹，看得到、咩得到，咪做得有機會大眾冇開嘅東西嗬。冇錯。係，你一講到你新竹嘅風味、新竹文化節，你一期盼提新年了。對，主要是講用。厲害年輕人的放學哦，就是包位哈，就是找到回家的一條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介紹我們風味新竹。那新竹還有家當有名厲害當鳳當台哈，新竹係冇鳳，可能是唔係按到新竹啦。真緊呢，你講新竹有冇安有風味呢？是係有啲風，ยัง有安有味水啊哈。家下講到風味兩隻字，大家家下要詳細談。安尼嘅副局長講風味，風的是係親，味就是回家或是找到這個方法。所以安樣嘅路是係當用安樣嘅思考，希望大家呢睇連新竹嘅風，親到新竹嘅啲好寶物嘅。因為希望用呢一隻方式來介紹到新竹當新市嘅地方，幫大家認識親到這條當好嘅機會來了解到新竹人嘅當到好嘅風景、好嘅建築物。所以該東西用呢方位，你係一年4年都係用呢樣嘅嗎？係，已經連續第4年哈。係啊，該東西嗬，大家哋喺發想有呢風味新竹文化節嗬，係乜嘅原因呢？主要是講發展到新竹嘅風味哈，文化啦、觀光啦、休閒韓國生態咧等等，用較簡單嘅方式咧，幫大家當了解到新竹嘅好、新竹嘅正、新竹嘅客家好客的這樣子一個精神。係，你啊，當熱情安嚟進行哦。所以我想，你啊貴州發同嘅事件，我聽到哪些呢？你是看九江風哪些來係冇？冇錯，所以按到呢風味新竹，當然到11月將開始辦。今年係11月10號到26號。那是因為咧，東北季風吹過落嘅時節，哇！你氣溫開始曬了，韓國米粉曬到越來越香了，慢來呢，大家是來閒聊聊嗬。所以禮拜發同10號到26號，連曬咧差唔多22日嘅時間嗬，當日都有驚喜俾大家。其實禮拜呢，還有當到你新竹縣青島嘅人講乾沙。譬如講，要到紀念館啊，要到啲藝術展覽館，大家通勤落來要幾多呢？總共有11件哈，包含到嘅宗祠嘅部分，有新埔宗祠博物館、到城市宗祠，還有原鄉文化的部分，有吳鳳原住民族館，還有堅實的原住民的文化館，還有一個是。賽夏族就是在五峰，賽夏族的矮人祭的一個祭場文化節，還有呢，像在地文化館的部分就包含了更多了哈，有湖口的天主堂，也有小武松藝術園區啦哈，還有鄧南光紀念館，還有
很多哈，就是青岛哈，韩国咧张学良故居咧大会没有啊哈。嘿，张学良故居。所以按讲起来，我去到新竹咧只地方吼，因为安尼有华山，好啦，演出民朋友有青岛的交流，所以甲下讲到塞夏族的朋友，还系讲五凤介大会、尖沙介大会的朋友，所以咧贵州文化系当丰富的哦，包含地图还有安尼客家人有种差。好，所以本大家做啲感受的多吼，你一只贵州氛围性就又非常的丰富。你一是讲现场甲讲嘛，很多的东西有机会做啲送本大家哈。你一排除了本大家看得到、感受得到，韩国做啲咧交流戏系啊。嘿，冇咁錯哈，你一排主要是講11月10號到26號，總共周日的部分大概有8天啊，就是8天的部分都有相關的一些活動。那我們各個文化館那一邊都有相關的闖關的一些活動，可以透過親自到那一個景點去遊玩的一個過程，可以透過它的一個闖關，那就可以拿到相關的像小徽章的部分，有特別的文創小禮。所以你係講你係印尼咧貴州咧明信片，好，咧明信片是哇走得動這樣。有一點像水彩畫的感覺。你後背呢，其實是還有咧闖關的戳章。對。哦，所以如果我們都集滿這個戳章，我們就可以換禮物了。對對對。哦，懂好。所以大家做得有咧小別針。韓國呢，係講有來到咧張學良故居，我們還有這個限量的明信片呢。對，張學良那一邊呢，我都有設計8種的明信片，包含張學良文化園區故居的部分，也有天主堂，天主堂，跟埋桃山國小等等的建築物哈，對風景，希望大家最喜歡。對。哦，你要當這樣呢，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去過，我來到呢個世界，我就覺得好像很親近山水。好，當親友的感覺，韓國咧貴州地圖的咧陳設，你是不是感受得到？當時張學良在這邊，雖然因為咧近期的關係，或者是整個歷史的關係，他必須待在那個地方。不過貴州反眼睛是動好哈，有一種發思古之幽情，很有個氣氛哈。所以咧地圖每一隻觀察咧提點嘛，都係要做咧明信片，本大家做得大轉去哦。咧係。是愛來到咧是做在哪一度，也係用辦做在哪一度？是的，該透過闖關之後，就可以拿到相關的一些文創小禮物。給五鳳街道清泉啊，佢街道還有一家井上溫泉，走得去泡腳。在這個天氣下呢，其實在那邊泡着溫泉，泡着溫溫的那一個溫泉水呢，其實可以讓大家更放鬆在那個山林裡面。當享受，我想副作用個是上興看嘅笑容，哇，講起來是當輕鬆，當然是當享受安樣吼。韓國現場還有係講第11月25號，第新加坡咧大會吼，要當一隻算係講大家吼，有個地方還蠻去過。11月25來到新加坡，咧是11隻觀察，全部做得看得到。冇咁錯哈，該11月25號哈，到該新加坡嘅文化保存區啦，那其實我們有安排了系列的活動哈。那肇新廳哈，就是10點展覽的部分，有風味新竹選品哈，跟推薦遊程的一個特展。那也有天主堂到客家莊的相遇的一個特展，是羅浮橋到嘅天主堂的情形哈。那也有賽夏族的神話跟傳說特展，就是賽夏矮靈祭的部分。那還有一個是現實館的教育推廣階段的成果展。那下午呢，也有一些表演哈，就是在下午2點半到5點15分的部分都新加坡的台籌片。有客家故事的表演。有台灣竹樂團哈，就是特別完全用竹子做的一個表演的形態的一個樂團。還有堅實星光幫哈，堅實星光幫是信中人結小的高中成立的一個堅實星光幫。哦，記得自己係成立星光幫是這樣嘞。還有雅物舞蹈團，還有一個是那個
二本猫的一个乐团，嘿，今年得到金曲奖的哈，所以咧法同非常的丰富哈，邀请大家来到咧有做得看展览，韩国呢唐人导览有讲古咩，韩国看咧日本的法同非常的精彩哈，等下下爱图大家很啊亲热来认识安利的新主人啊哈，聊一下介绍轉落福起來咧。Rita 同大家來分享咧鳳梅新竹文化節的，講到我嘅新竹呢，我嘅家鄉呢，真是咧鳳梅嘅咧姊妹吼，用白人講，又有起餅，又有茶，又有客家人姊妹，又有客家菜等等哦，實在講唔少。當然呢，邀請大家吼，從11月4號到26號呢，來到新竹，行行聊聊，來哪裡喎？來認識客家，香港呢11月25號到底有乜個好活動呢？有乜個登錄上門大家呢？今晡日安尼咧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嘅副局長朱秋鳥副局長喺節目當中好好同大家介紹。副總你好，你好。11月25呢係風味新竹的成果展哈，該成果展有些有展覽、有表演、到體驗的闖關市集等等的一個活動。原因呢，因為時間係長達1個月的時間，但是那一天成果展的部分會讓所有觀眾朋友呢，可以在一個地方，就是在新瓦屋，可以完整的看到11個館舍，所以都會有這樣子一個旅行箱的一個陳設的一個方式，來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11個館舍的一個特色跟相關的一個東西。係咧11月25號咧禮拜六號，早上10點半就開始了，一直到下晝5點半哈。你詳細內容跟佢講到，你做得透過愛用嘅咧旅行箱。其實吼，你真嘅係百寶箱啲啊！你地圖有當到嘅咧，無論係文史美好、土法美好，韓國紀念品美好，是代表緊你新竹嘅文化。吼，韓國有語文嘅表演，有客家族群，韓國咧演出名牌有，也包含啲新竹嘅咧特色。吼，咧當然詳細清晰，你要上哪去查詢呢？做得係。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官網哈，韓國竹縣購意思就可以找到相關的一些資訊。那其實當天的闖關活動總共有11個館舍，它只要集滿7個，就是7個館舍闖關通過之後呢，就可以參加我們的秋獎。秋獎什麼解？秋凍都凍醬的東西哦。你凍醬你看起來做得野餐的呀。所以，因為秋天是非常適合出去玩的一個時間，那這個竹編呢代表到新竹啦，所以用呢方式來做呢排鳳梅新竹的獎品，總共是限量的啦，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到我們的新瓦屋。我要先偷去詢問一下哈，你大家可能安這樣嘅野餐籃哈，限量50份。50份，可能你有5萬人喺現場，不過排設是有50份添咯，大家好把握機會哦，我未上過去處啊哈。其實咧，安度嘅活動吼，同大家很啊親密來認識你嘅新竹，你要當做一張地圖，而要請副總統你解答一下哈。當然對你來講咧，冇上考試啦。新竹你自己嘅地盤吼，一定係非常嘅了解哈。新竹有13隻鄉鎮啊，嘅下頭嘅部分係下頭嘅部分是原住民特下講嘅張學良故居的部分，有虎橋哈。虎橋下北片，你信豐順後，還有信部愛帶故鄉哈。起標是凍到。還有入寶山，絕對不能夠空手而歸。還有北部。對，這是13個鄉鎮的一個狀況。那接下來你下再來是撈大家紹介到按到了擺鳳梅新竹觀賞張學良故居哈。所以我講，佢辦個去到，因為去到係凍山當，真緊嘅時啲五峰喺度為了寫山氣咩？
是水源的地方哈，还有虎口。哦，虎口。罗虎口的天主堂，你係羅虎口喎，因為虎口底下有新虎口，你係有條街路啊，哈，新嘅社區等等啊，哈。還有小如松藝術園區。北部。竹東啊，竹東嘿。啊，排射，北部係田南宮啦，哈。你兩位我都要去表演過。哇！所以哎用你看起來，大家好真嘅，先做好講細唔細哦，講太好，該是真嘅阿曼太一豐富哦，要請大家共下來聊哈。先做要原住民啊，哈，要塞夏族，還有泰雅族，還有漢人，還有嘅荷蘭人，都喺海邊的部分。係，沒有外省人，哈。你青島冇共用嘅族群攝共下，所以先做安講咪係因為講，你要冇共用嘅族群，係當然文化。好，大家看呢一圖嗬，大家知道當興奮嗬，家下要介紹過嗬，你搭咗幹啥？要做一隻咧旅行箱，你從百寶箱共用本大家嚟認識嗬。你現場是有張學良故居嘅咧百寶箱，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好嗎？好，嘅張學良故居呢一部分呢，要幾個相關的一些介紹啦，也有一些文創的一些商品。看有家特別的東西呢，是個明信片哈。哦，明信片。它總共有8張的明信片，就是在張學良故居，它不是只有故居這件事情，它也有天主堂，也有溫泉的部分，所以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同樣大家最來到張學良故居咧到慶餐啦，係你擺用咧明信片吼，看起來非常的正，好咧真經一浪漫的情懷啊哈，還有將軍湯誒，將軍湯就是因為張將軍嗎？是，佢以前喺度井上溫泉啊，日本時頭是有佢說美人湯。哦，所以泡過之後都會像 Rita 一樣這麼美麗。所以你一擺後，我可能係當你去養錯。所以呢，你大會經驗有文餐啦，哈，有啲歷史文化嘅古蹟的哈，韓國有當做你係說未做一做指證，韓國做得做杯墊，是杯墊，哈，韓國有啲從記事本，是，韓國你係算環保提袋，對。哦，你本身咪係限量嘅嘛？係，你係要送本大家嘅嘛？做展覽嘅哦。係展覽。上用本已經得到了文創嘅商品，請大家自己上你文化橋嘅網站去查詢，好嘛？好，所以你大家講下都有按用你嚟咧旅行箱，本大家嚟認識。是邊個認識是做得看得到嘛？係，是一家提放館，從我要用一家旅行箱來呈現佢所有特色的部分。係，講到新竹，我像你新竹嘅歷史一線詞，嚇，我講到有軍人，嚇，有頭擺咧，真實嘅文化留下來。香港，你講到田南宮是啲咧，嚇，田南宮真的是風流才子。對。哦，嗰東西佢是搞徠卡相機。對。佢是起偉士牌，哦，所以這個還用底片來剪接影片。對，所以咧係弘揚因韓國佢咪參與咧幾隻社會變遷嘅過程。田南宮佢線上咧，佢其實係台灣可以提一隻翕相館嘅人咯。佢到按照翕相台灣嘅翕相文化來講，其實代表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代表性。佢唔係沙龍照。他拍的是貼近於寫實的那一個部分，所以他抓到的是那一個瞬間，其實不會是一個擺好的一個姿勢，而是抓到每一個那一個表情的一個瞬間，他找到那一個精神，這是他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韓國翕的動作、寫模樣，哈，都是很自然，他的記錄啦，哈，所以你下大家係講看嗰種嘅相片是啲，嗰種是社會文化係樣扮演，哈。韓國呢講到咧歷史嘅古蹟呢，羅浮橋嘅天主堂，大家聽錯過去嘅，錯冇？係。羅浮橋嘅天主堂其實算到蓋頭啦，哈，佢羅浮橋以前有隻車站，佢係天主堂有隻洞將嘅特色啦，哈，就是它屬於垂直性，因為我學建築嘅，所以它是一個垂直的一個分割的狀況，它裡面融合了天主
教的一个建筑的这样子一个精神跟融入到台湾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个状况，所以佢最特别的係佢落口的部分有兩張樓台哈，像因的手安分享到台之間，所以佢中間有一張聖母，就是所以它是在這樣子，好像擁抱大家，分享台家。嘿，佢還有一張特別的地方呢，因為佢係天主堂上西方來的哈，喺羅浮橋上傳統的。民居啦，就是在那個時候，因為世界改正的關係，所以造就了今天大概有300公尺的一個老街的這樣子一個形態。也因為鐵路改變了之後，所以它就因為沒落了哈，在某一個程度上沒落而完整的被保留下來，去摸動到上面商業的一個狀況。蓋木的部分其實有個三元宮，三元宮係天地水了哈，尧舜禹这样子一个状况，在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氛围里面，看到西方的圣母跟中国的传统祭祀，其实在这边产生了一些撞击，其实可以作为放养台阶，你了解一下，作为看到动这样的浮桥。真紧哇，真紧学建筑的讲起来吼哇，你系建筑的美啊吼，韩国文化美是教育起来，韩国有信步倾斜重视哦，你重视系保存的东半型呢。嘿，信步，你今年新竹展群府文化局主要是推3街6巷9宗祠，就是宗祠博物馆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透过宗祠博物馆呢，去串联，因为信步系发展动作的地方，所以留下动到种庙、摩石架庙、种祠来安的建筑物，所以我们逐步的来透过相关的一个修缮，也能够让我们的客家建筑能够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像呢，你还没系表示讲，你除了建筑哈，你系真正系是敬天爱人的安尼尽心啦哈。好，等下转到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继续来分享了解凤梅新竹文化节咯。大家轉到福喜來咧哦，你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呢一連舉辦青島嘅活動吼，受到大家動態嘅分享啦分享哦吼。今日呢副局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介紹。副座，你一參門吼未當到嘅活動評論講，大家你也當下去旅行啦、輕旅行啦，吼，韓國青島移民節等等嘅活動吼，大家搞到當歡喜呢。因為你下新竹展群府盤動到該輕旅行，然後就跟着節慶去旅行，才能節慶喜利行。所以今年的移民節時間就是在9月9號跟9月10號，我們就辦了義民好風光啦。那在花鼓節的時候是在10月7號跟10月14號，辦的活動係單車遊。就是對，透過騎腳踏車的方式去循着6家郡，就是東興郡的部分，緬懷過去就是在灌溉的這樣子一個水郡，去了解到，讓小朋友，讓所有人不了解竹北發展的這一些人，可以透過腳踏車的這樣子一個方式去了解到新加坡花鼓節是這樣，因為吼，總買去時行車吼，航路上是還蠻低的，不過時差有調教咧，去時行車吼，電動係做得慢慢的去，吼，像要感受到了風空氣的味道，去看你採體的風味，吼，像了白還有真嘅還有牛呢，還有冰水等呢。係，該移民好風光嘅時節，主要是為了台七家，因為因為上。了解到移民節嘅時節有乜嘅活動，啲最有名嘅部分當然有包含風帆的部分，還有冰水燈安嘅儀式。那透過這一個方式，因為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早期都有水牛，讓
这一些都市的小朋友呢，可以去接触到自然的风光，跟土地做一些接触，也看到水牛。嘿，真紧，副局长刚才讲到好了，都市的生囝，唔莫讲都市的生囝，那看你下吼青岛的咧后上跳吼，也讲小朋友吼，有的冇看过天。有的呢冇看过牛，除了动物园以外哈，所以乜个按到讲中，连农家的生法还冇了解。电都记得你下动好去亲近，爸爸妈妈是不安排？哪些做的乡下去使用的啦，等等啊，受酬啦。所以喺条新加坡也有好种田体验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在上一次耕读生活节的时候，其实也有做一些介绍，在新网屋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11月。还有丰收 party 啊，傻气啊，记得来走一家算是展览的哎样呢，也像是 party 这样子呢哈。对。具体的 animal 是多，过呢怕好像像是当年都会有动到的法团吼，你阿咪係講。睇你先做，睇你客家種吼，你客家人姊妹哦，鄉下去老了。其實我覺得吼，要做動到的了，動好的經歷是係，你文化局個出書。係。哇，你本係2015出的哦，今年代未出。今年代也同樣會出第3本哈，就是風味新竹節的一個專書。其實年代是會出版，台灣家最起到。網絡哈，可以去訂購。其實透過這一本書，也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到新竹的一些好玩、跟好吃、跟好風景的這樣子一個狀態。係，你也睇到動好去旅行，所以呢，呢本書哈是係跟着專家哈，跟着達人去旅行，按用呢個概念，因為呢地圖哈，譬如講哈，我講到大家。來到新竹，這是沙湖里。你係見識係因為你4年的土地哦，佢哪來做愛用藝術的經驗哈？沙湖里是到寶山水庫邊邊。係啊，韓國你做茶誒，哇，你蛇台穿下來呢，你家穿呢，台灣的風茶哈，所以你客家人做茶做烏龍，風茶、綠茶啦，韓國蓬風茶都係當有名誒。其實茶米的部分都新竹。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也經過產業的一些變遷，其實早期也有種烏龍，也有種溫山包種，也有種蓬鳳、綠茶、煎茶。其實透過這一個不斷的改變，當然後來因為工業的一個發展，所以茶的產地相對的減少之後，其實茶的產業在現今是有一些變化的。但是可以看到先人在茶產業的部分。透過不斷的轉變，找到他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一個。係誒，你要提圖啦，從你家下拼圖嘅提圖吼。哎呦，你客家歌手阿聰古劉永聰嘅大幫年樂團，佢哋係駐村喺新加坡。所以你阿位係真嘅，新竹你講提領人氣啦吼，你2、3枚新竹人，所以可能又幾優秀，是又幾優秀。所以呢，今年咪會出2017年嘅風味新竹吼，大家做得去聽嘅吼。所以講到新竹呢，我相信一聽還有動到吼，冇老大家分享說的吼。所以你阿副總，你自己感覺乜嘅四風嘅經典？經典吼，四風嘅經典，因為我信部人，所以我對信部當到該睇下講中史博物館呢部分，所以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透過了解這一些宗祠建築的方式，去了解到客家人用班勤儉在當時候的一個建材的環境下，怎麼樣透過先人的一些智慧來蓋它的建築物，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更深入的去了解我們客家。所以你係宗祠，你底下看得到係頭擺起好嘅，保存到底下。好，所以到底下建築係冇窮用，冇起到安將安人，唔過吼，該一磚一瓦係得之不易。對，佢也有彩繪，其實相關的一些木作的雕塑呢，其實是非常非常珍貴的。當然也有民宅，像埃夫卡是在三合院，它就是屬於傳統的民居，但它不會像家廟跟宗祠這樣，它有雕梁畫棟，它就比較樸實的去透過一些簡單的一個建材，能夠遮風避雨。
能够让所有人在那边生长。都有感情哈，因为我细细同阿公阿婆记得乡下带，你带咪係嗰種英講嘅三合院，頭前是有煲湯，韓國你是係用風牙來起嘅煲，用風磚頭，所以俺帶起來都有感情。當量啊，當量應該係喺鄉度嘅奶嘅提片嗬。係，我大插腳。哦，所以是安樣嘅。咁你係講來到新竹人啊，嗬，乜哪嘢都有好見識，愛食嘅愛心乜解呢？愛心買嗬，我大家少解下信部傳統100年的市場裡面，我小時候跟着媽媽去市場，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夠喝到一碗芡醬。芡醬？對，芡醬係乜？就是羹湯。客家人的羹湯，那另外在市場裡面還有一個很關鍵的蚺蔥。哦，蚺蔥是早期的一個零嘴啦，所以早期蚺蔥也在戲院前面擺攤，就跟現在我們吃的爆米花是一樣。頭擺都是蚺蔥，你講頭擺零嘴哦，該新肉誒，從下過去唄。所以有時間去到新部的時常就會是蚺蔥。真嘅哦，是有。熱炭係啊，鐵炭係最早嘅嘢啦。其實新部所有嘅板條店廠有賣蚺蔥。新部嘅板條檔好食。因為佢係混吉醬，係就甜甜的那一個吉醬，它跟閩南的灌腸沾醬油，其實那個風味是完全不同的。哦，講起來開始，係是咪留下來咧？嚇，講到是講自己嘅家鄉味錯嘛嚇，所以呢擺發同非常嘅豐富。新竹風味文化節，唐詩地講人美好，東西美好，環境古蹟美好，都係當精彩嘅。我想第最尾呢，我係請副座用一句話同你來總結來紹介了2017嘅風味新竹文化節。歡迎大家來新竹人，乘着風哈，享受我們新竹的在地好味道。那歡迎大家來新竹參觀，來新竹享受客家的風情。11月4號到26號，哈，咧貴州新竹風味文化節，邀請大家共下來湊了。記得咯，11月25號喺新加坡，咧會有隻成果展咯，有當多嘅電路。希望做得全部送問題㗎。好，今日呢非常歡喜邀請到副局長朱超鑫副局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介紹。今日喺兩沙實現天然新竹嘅風，你不稀看當到嘅古蹟了哈。希望大家喺今日嚟收看，等下邀請所有朋友繼續天然欣賞嚟做認同哦。上嚟了，拜拜。拜拜。